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客走相关的产品，这个婚林搁再抓到越南的月饼有检出非洲猪瘟，全台湾已经检出有12件咯。拍棒球的兄弟抢球星王光辉，因为癌症伫今日过身，已享受来到56岁。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会开放予少年人来做疫苗，另外政府也要买新配方的莫德纳疫苗。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带病入境。另外，伫今仔日无死亡个案。但讲到高端疫苗的注射率，目前已经超过86%咯。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湾已经有820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有够咱民众来做第3档。咱来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3例，3例都在台北新北市。那境外移入的有5例，7天以来整体这个高端的接种率是如果算下来是86.53%。单纯就是说要打第3剂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量是够不过我们也不排除因应可能一个供货或等等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会买的比我们所需要的还要更多。那目前是已经有订购莫德纳2000万剂。好，那这个基本的，如果打第3剂应该是够。那第二，学校停课标准不会定，不会改了那当然，停课了之后，可以根据后续的一些检验的情况的了解，那再来判定是不是要赶快来复课。讲到 BNT 疫苗有机会最近送到台湾，外界也希望讲这注意防射的会所会当开放到20岁。行政院长苏贞昌爱大家放心，会予少年族群来做。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提醒政府，就要量早准备疫苗。苏贞昌也回应讲，政府已经有量早准备也要买莫德纳疫苗，感谢郭台铭的提醒。29阁标出13个本土病例，其中阁有包括学生，加上9月初1都要开学啊。学校的防疫是第一要紧。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嘛召开防疫会议。针对 BNT 疫苗可能会伫最近送来台湾，18岁至20岁的少年人，敢有机会会当纳入去注射的名单？苏贞昌爱大家放心。现在疫苗也陆续将到货，应该可以往更年轻的族群施打，请大家放心。各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抢疫苗，我们指挥中心也已经预购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等，只要对防疫有需要，我们都超前部署，也感谢郭董的善意提醒。苏贞昌强调讲，明年采购疫苗的代志，政府已经有量早部署。因为伊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伫人面册甲政府提出建议，采购疫苗的策略应该爱量早传互边。伊嘛有甲 BNT 探问，明年可能会替台湾保留3000档的疫苗。目前的回应是真好。伊嘛表示，希望头一批 BNT 疫苗会当伫9月份中秋节迄卡刀小连续送来台湾，至少到11月份的时阵，拢会当逐礼拜有回到位。目前今年已经有答应会送到位的，差不多是800万至900万档。如果现在郭董有确实争取到，有可能 BNT 原厂愿意明年释出3000万剂的扣打，我想政府应该指挥中心应该要尽快的积极的来跟郭董讨论，如何把这 BNT 疫苗留下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29为止，伫医药平台登记要做 BNT 疫苗的民众有300万人。苏贞昌真感谢台积电、鸿海永龄、甲朱济真热心捐疫苗。不过，针对郭台铭讲，明年可能会有3000万档 BNT 疫苗的代志，苏贞昌敢若以感谢郭台铭善意的提醒来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昨日在新北市的三级揭爆出这个家庭群聚感染事件，卫生局也表示讲，这10个人其中有9个人 CT 值拢是正悬的，代表讲袂为病给别人。不过，就医生表示讲，这是目前检出来。虽然讲这 CT 值是正悬，也代表讲因伫咧感染的时阵，还佫伫咧社区内面活动，唔知影已经把这个病喂互偌济人啊。新冠本土疫情29一个手新增加13例，其中伫咧新北市三峡的家庭小卫群聚案，都有10个人确诊。根据卫生局掌握的资料，这个伙除了1个人的 CT 值是29，其他9个人的 CT 值拢超过30，研判应该是袂阁喂互别人。不过外界也是烦恼讲，新冠病毒敢是还会出现伫社区？
这个群聚的案件是告诉我们说，台湾还是有隐形传染链的风险哦。虽然我们有几天个位数甚至归零，但是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新冠病毒。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病毒的一个潜伏。医师表示 ，CT 值悬，主要爱烦恼的是，这个个案伫确诊进前，还唔知影家己体内有病毒，已经伫社区活动嘛有传播力。不过目前看起来，国内主要的英国变种病毒株并无大规模流行的趋势，显示居家隔离等等的防疫措施，也是有甲疫情收掉的。另外，而到一个为中国返来台湾本国籍50外岁的女性，伫入境进前已经有注过3档中国的智慧疫苗，不过伫检疫期间，要是出现症状，而且采检确诊，嘛引起大家关注。突破性感染是接种过疫苗以后再产生的感染中最常见的一种，叫做突破性感染。那智慧疫苗它这种次单位的蛋白疫苗，所以它当然也有可能产生。不管是中国的疫苗，或者是甚至 BNT、莫德纳或是 AZ 疫苗，都可能产生这种现象。只不过打中国的疫苗呢，事实上它的临床效果呢，可能不比这些莫德纳啦、BNT 的 AZ 效果好。医师表示，根据美国的经验，注2档 BNT 了后，佫去活到的机会差不多是1/1000，所以其他疫苗当然嘛是有这个可能性。显示民众注过疫苗了后，防疫措施也是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唔能爱处理武汉肺炎进口一种病毒，或者是非洲猪瘟。有非洲猪瘟的肉品已经入来到咱的台湾咯。为了防止这疫情搁再来爆开，各县市也拢开始进行追查。离到伫咧云林，搁再验到一件越南的画饼，这内面的肉料都有非洲猪瘟病毒。目前国内已经有12件检测阳性。云林卫生局接到通报，来到卖了这间干仔店，查到来源不明搁包肉的月饼送检验。8月29确诊这批包肉的月饼验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现在还有没有月饼？没有，都没有月饼了。现在没有。那天剩几个，他们带走了。都带走了。对。啊，他知不知道说月饼怎么会有问题？他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云林县卫生局表示，8月17接到通报，县内有干仔店伫卖越南月饼。虽然保持大队联合稽查，也将月饼送去检验，总共送验6件月饼，其中有1件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当天有抽了6件，结果有1件月饼是检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目前还在追查它的一个来源跟下游业者是不是有其他的业者有买到，啊有的话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在8月29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公布的检验报告当中，搁查到高雄有1件鸡肉丝验出非洲猪瘟。咱若云林县内这间商店也有同款包装的鸡肉丝，目前也拢已经回收送检。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传开，中央政府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回收的喷拢袂当入去市场，这也针对各县市的油喷处理量大大增加。高雄市的做法是统一送到分化炉，或者是做肥料。台南市是提出检举的奖金，让民众做回来检举走私肉品。今天已经没有再收售了，所以说我们在现场并没有看到厨余。稽查员专工来到市场看喷水回收的状况，中央宣布自8月30开始，喷水就袂使入到市场，9月要禁止喷水市场1个月。不过这样禁令也会让市场的成本大大增加。损失一点也没有关系啦，就是长长久久啦，无你若有入来，就开个偌济啊咧。不允许厨余清运的业者来进行厨余的载运运送。喷水若袂使入到市场，各县市的喷水处理大头的当。屏东资本逐工有要300吨的喷水用来市场，其中有87%来自高雄、台南等各县市。但为着降低处理的负担，屏东宣布暂时袂去收外县市的喷水。因那高雄的回收场是引进抽水机，要统一甲收来喷水做肥，或者是直接烧掉。包含一些堆肥或是高速发酵的试车的一个运用。那如果这些处理量能还不足的时候，就送到焚化厂里面去做焚化。
为了防止病毒透过喷水互猪仔食热染病，各县市当非洲地这各单位拢加强稽查走私物品。台南阁宣布要发5000块的检举奖金，鼓励民众检举，共同来提防非洲地这。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沿线发生一桩警察去通缉犯的厝内面掠人，拿去互通缉犯抬着伤，甚至佫甲警察打。虽然讲这位警察落尾送病院了后是平安无代志，不过着民间团体认为，针对基层的警员，就要加强教育，来面对临时出现的状况。救护车赶到中华永靖一间民家厝，受伤的人王定暗骨仔行就救护车，虽然意识清楚，也毋过几个所在受伤。原来伊是一名执勤中的警员，和通缉犯扑着伤。礼拜暗10点外，中华永靖分驻所的姓张警员甲另外一名姓林警员前往姓江嫌犯的厝内掠人。姓江嫌犯看到警员上门，情绪失控，摕着刀仔将姓张警员的颔管扑着伤，也将手骨夹伤。两位警员随即将通缉犯制服。姓张警员的空喙有3公分深，好佳在无伤着动脉。犯嫌在拉扯之间，造成我的右颈这边，这边算是撕裂伤。那我们有表明警察的身份啊，所以这名通缉犯啊，他就情绪上啊就比较激动啊，所以就持菜刀拒捕。这名通缉犯有真侪项前科，互警方传回归案。大埔过程阁有警员受伤，执勤安全高度严重。台湾警察工作环境推动协会表示，目前已经加强上警执勤的 SOP， 也不过面对多变的现场状况，甲嫌犯的心理不稳定，需要去加强教育。大部分的教育都还是在于说肢体上的格斗技上面的执勤的教育，但是对于那个对象的状况、心理状况或环境状况的判断，可能就比较缺乏。萧仁和表示，目前虽然妨害公务罪嫌已经加重处罚，刑度为上悬的3年提升到5年，也是真歹有吓惊的效果。呼吁应该加强第一线警员的应变加基本教育，才会当降低类似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拍野球的兄弟像球星王光辉，今仔日因为癌症来过身咯，伊享受到56岁。球团表示讲会甲家属来讨论，来协助处理伊的身后事。他打击是有策略性的，抓第一个球，结果扫到了右半边。带来讲顶现满满的资讯，兄弟球队面将王光辉伫2004年退休，留落真侪记录，却伫30岁起因为癌症过身，享年56岁。刚开如果说我们的职棒打了100年、200年，中华职棒延年的打击王是我。这个我感到骄傲。王光辉是花莲阿美族人，1988年捌入选汉城奥运棒球中华代表队，也是兄弟球队的创队元老，连续13摆入选名青队。伊2004年退休了后，转任兄弟队总教练等职务。2019年转往业余体系担任教练。对过身的消息，棒球界的朋友拢感觉真艰苦。状况呢，因为一直有听到就身体不好的一个情形嘛，对，只是说没有想到说会那么严重啊。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讲说是怎么样，然后也不太希望太多人去打扰。他是我所大学弟，但是我想我跟大家都一样，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球员。伊的后生中信兄弟球星王维信也发文表达不甘，佮感谢父亲是遐尼好的前辈、教练甲模范。球团表示，希望大家互家属一点仔时间甲空间，会甲家属讨论了后，协助后续相关事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国际强迫失踪者日，国内的民间团体做伙声援李明德。李明德伫咧2017年的时阵，伫咧中国去互依照颠覆国家政权罪去互判刑5档，目前已经去互关4年外咯。明年4月中就已经期满。民间团体是搁再呼吁中国政府，就要赶紧甲人放出来。让明哲回家。
明哲回家。选伫8月30国际强调失踪者日，真侪民间团体到立法院社官李明泰、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泰，自2017年和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关4年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泰，各关经过伫释放的日期。疫情爆发一直到现在1年多以来的时间，其实家属没有办法过去探视，李明哲没有办法对外写任何信件或者是拨打任何的电话，呼吁中国要立即释放李明哲。1年多来没有了他的讯息，我们非常的担忧。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很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民间团体推算，按照中国刑法甲刑事诉讼法，李明泰应该伫2021年4月12到14左右服刑完。不过，李明泰被判刑5年有期徒刑以外，还佫被判处2年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了后，会面临2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积极向中国交涉，避免李明泰刑满了后做到无必要限制，确保服完5年徒刑了后如期返到台湾。李明哲他可能还会在明年之后面临2年的限制出境的这样子的规定。一般来说呢，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他的境内去行使政治权利的这样子的机会。可是呢，李明哲他既然不是中国公民，你这样子限制他出境，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人权精神？那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除了李明泰的案件以外，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对台湾人伫中国失踪的情形，搁针对起中港澳的风险做相关的研究甲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美国这帮大联盟的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总统蔡英文用录影的方式替活动致辞。蔡总统特别向球迷小解有去过东京奥运比赛的台湾选手，而且也感谢美国捐疫苗给台湾。这届也邀请驻美代表萧美琴替活动开球，萧美琴也讲做回来替台美关系加油。Hi, Mets fans. It's great to see you all here at Mets Taiwan Day 2021. 穿美国职棒纽约大都会的专属球衫，总统蔡英文以录影的方式为纽约大都会台湾日献上祝福。除了真欢喜疫情转好，球迷搁重回花旗球场看球，搁较特别介绍台湾本届参与东京奥运的选手，包括亚当金牌郭幸顺、柔道金牌杨永伟等人。Whose inspiring performances at Tokyo Olympics made our country proud and show the world what Taiwan is about. 蔡英文也趁这个机会感谢美国伫台湾有困难的时阵，伸手倒三角，捐赠疫苗，搁连续将开球的任务交予驻美代表萧美琴。这也是台湾日12年来头一摆邀请台湾驻美代表开球。萧美琴有淡薄紧张，头一摆登板投一粒提前落地的白球，伊表示家己还阁有进步的空间，也讲重点是各界到场，同齐为台美关系加油。非常的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誉，所以跟所有今天一起来看球、来加油的所有同事，还有台湾乡亲，大家一起为台美关系加油。纽约大都会队甲台湾不了缘分，为2005年由纽约大都会台湾日开始，是全美国4大职业联盟中以台湾文化为主、规模上大的活动。去年因为疫情取消，今年人气无减颠倒增加，也予台美体育活动有更较亲密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伫咧流传讲，因为113年是黄埔军校100年校庆，可能会恢复站脚步的训练，而且伫咧校庆时阵要来展现。国防部表示讲，目前正咧讨论国军基本教练内容，到当时也未来定案。军队读正部正式通过阅兵台，过去读正部是军校学生基本的教练项目之一。不过，民进党头一遍执政的时阵，认为读正部甲阅兵是有独裁的意思。加上有军校学生认为讲，读正部对健康无好，所以民国92年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就决定讲，正式取消国军读正部的训练。不过最近风声军方内部有人提议，因应民国13年黄埔军校100年校庆，敢是要恢复正部的训练。伫咧校庆的时阵，会当展示正部分裂式的训练成果，
国防部表示讲，也搁在研议。除了基本教练，包括内务教则、营务营规也会做通盘的检讨，并不是针对单一的项目，而且目前也都仅仅在于内部的研究规划。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对这件代志表示，这项训练对军事教育会有帮助，而且训练时间袂伤久，只是基本教练项目的其中一项。占整个的训练的时间数是非常的小，但是这种训练，因为你要立正扫旗啊，你要保持军人的仪态。第二个，大家会注意到，我一个人的疏失可能会影响到整体，所以反而更凝聚了大家的向心。针对这项争议，朝野立委表示，尊重国军对教育训练的规划。他们应该是基于他们现实战备的需要，还有对于整个官兵军容士气、基本教练等等的需要所做的调整这我们尊重。陈水扁总统时期，他们认为说这是独裁的象征，所以用这样的理由把它废掉的。那你现在如果要恢复，那你当初的理由是不是不存在了，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考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到时候也是大家会质疑的啦。马文君质疑讲，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因为独裁甲威权的角度，甲正部取消，即马搁在执政，煞搁要恢复。南野立委虽然无反对讲恢复读正部，但是要求国防部要甲恢复的理由讲互清楚。记者综报道。伫咧桃园龟山的飞弹基地已经拍远几路离路，不过煞变做民众去耍生存油气的所在。军方表示讲，这基地大门去防创歹去，敢会针对撞入去的民众依法提告呢？目前也正在研究。营区大门锁起来，伫桃园市龟山区大溪路3段军方用地飞弹基地，已经有真侪年无咧用。而到早起，有民众看到营区大门开，40个民众开车骑车入去营区，好亲像咧耍生存游戏，赶紧报警处理。员警到场发现大门未锁，营区内有生存游戏玩家约40余人，立即通报军方派员到场登记身份，处理后续事宜。警方表示，营区是管制场所，呼吁民众唔通凊彩入去无咧用营区，若有需求应该向军方提出申请，才袂发生代志，也配合军方做后续处理。伊的门拢是关起来呢，他呢看出来。你最近讲够有人去算啊呢？我不会看到没看到，因为他来都是20-30台车啊，迄看知影啊，迄不是来一台2台。我拢4-5年前拢来20-30台车了对吧？对啊，可是那好久了。有什么事吗？空军司令部表示，防空部无利用营区，互人破坏大门进入，后续会研究是毋是要依法提告，也要加强巡管、甲地方传理、警察等单位建立联络管道，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财运检察队表示，这3年以来，伫刑事案件内面有34%是民众甲别人拍无去的物件提走占做家己的，而且这款的行为已经犯到侵占罪了，相关会当罚到15000块。这阮到站挂大包小包的行李落车，啊，毋过为下骹的皮包未记炸走，坐伫边的乘客看到无人注意，点点提起来占做是家己的，抑搁穿乌衫查某人四界看，顺势提起车站以外钱包也当作是家己的。乘客坐这份难免碰见物件，啊，毋过毋是每一摆拢能找倒来。忘掉皮包因为已经。就等于说，我坐了10几站才发现，那是不是就不知道在哪一站掉了？没听过，但是看过雨伞而已。失主碰见物件，而且站务人员协助，或者是找这份违税不中心。啊，毋过根据这份警察队统计，民众一时贪念顺手侵占违税物，是这份近3年来上大宗的刑案案件。侵占碰见物件已经涉嫌触犯刑法侵占罪，相关应处15000块罚金。除了侵占之外，还有性骚扰，还有妨碍秘密以及窃盗、伤害，这个是大概最常发生的5大案类。侵占威胁物件发生上济有285件，占全部刑案的34.1%。另外，刑案发生率的前后大类，也有超过100件性骚扰伤害案有96件，也有妨害秘密、窃盗等违法作为。这份警察队呼吁，唔通心存侥幸来犯案，则被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代替伫咧6月底完成全台湾路线安全清点，有67个所在可能会发生物件走入去铁基路造成危险的。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仔日去到去年发生崩线的交通勘查，要求代替伫咧改善计划还未出来进前，就要加强山架的安全管理，避免出现安全的空拍。土石已经用网状计量固定，加上49基冻土排装加600基验酸固定，代替交通边坎去年11月中连续大雨放弃路线长将近2个月，抢通了后代替展开6个月抢修工程。日晷即期其实代替内部盘点，全台有67个所在有鱼不入侵危害高风险路段，其中18个所在有马上危险。不过整体改善报告要到10月才会出来，安全恐要抗碰。高风险的义务入侵的路段，还有相关的预警的告警系统的这相关的工程跟措施，现在目前都还在盘点的状况，而且10月份才会提交交通部的改善计划，跟苏院长在4月份的承诺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关的这个进度严重的落后。日晷即期今年4月发生太鲁阁事件了后，行政宣示代替爱改革，不过28个所在马上危险的边坎，到即马也只改善一半。代替平均逐工载客55万千次，旅客无风险坐车。代替会员目前拢会以河南的方式来避免异物入侵。只要能够用工程改善的，我们就全力用工程来改善。今年会完成14处，明年我们会全力把另外的14处完成。我们要确保的就是我们的整个路线范围内的一个义务入侵的风险都能够把它做有效彻底的解决。交通部表示，目前代替正咧规划义务告警系统，路线若是有物件，应透过告警总地公布通知司机员甲行控中心调度员。不过，爱委员研究计划，甲提报行政院核准建设经费，所需要时间也无法度估算。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看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国际新闻。美军即时讲自告出动一架无人机，成功把一台准备要去喀布尔机场的自杀炸大车砸落来，而且这台车是甲 ISIS-K 有关联的。另外，伫咧机场附近有一间人家自去互火箭攻击，造成一个囡仔死亡，到当时还未查到啥人出手。这台损害车听讲是互美军以无人机控制的自杀炸大车，附近民众我去看。内底拢是火架。قضیه ساعت 5 بجه هست بود که یک صدا آمد. صدا که آمد یک شواظ شد، قرصاص شد که ما وقتی خود ما حضور داشتم البته که پایم ششتم حرکت کردم به طرف خانه همسایه دویده آمدم ک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奥本表示，这台车迄当时登赛往机场，车顶有数名自杀炸大客，有级别的危险性。美国成功拍到目标，且爆炸2摆。就知影车内有大量爆炸物，这摆的无人机行动也解除伊斯兰国分支 ISIS-K 对机场的威胁。此外，无平民伤亡的相关回报，伫奥本针对这件无人机的空袭行动回应进前，有报道讲机场附近有真大的爆炸声。根据美联社报道，机场18坪附近一间民体互火箭攻击，有儿童死亡，目前也无组织刑警犯案。这2件攻击案的相关资讯也唔知影。塔利班初步认定这是2个无共的攻击事件。虽然目前伫机场的铁军铁桥行动已经到最后阶段，时间也无济啊。美国情报官员较早表示，受到具体可信的威胁，也是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离开机场。美国总统拜登29去德拉瓦州多福空军基地，亲自见证日落伫阿富汗和自杀攻击殉职的美军遗体。拜登也是美国第4位见证阿富汗阵亡将士回国的最高统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进前捌录影向国际社会求助的阿富汗帕运选手，总算会当来到东京比赛咯。这是透过各种关系去协调的，一开始先去到巴黎，二尾才飞到东京去。阿富汗帕运跆拳道选手胡达迪、田径选手拉索里二尾去到东京国际机场，代表国家出赛的梦想变成真的。更加会当知影，胡达迪骑上跆拳道比赛现场的时阵，将写入历史，成做阿富汗史上第1位伫帕运出赛的陆国手。As you can imagine,
The meeting was extremely emotional. There were lots of tears from everyone in the room. 国际拍会主席帕森斯表示，在2天前接到通知，阿富汗代表团将无法度前往东京参加拍运，因为阿富汗已经落入塔利班之手，若是互人伤心，也互2位选手受到打击。胡达迪甚至动向向国际社会来求援，因的种种困境刺激体坛人士甲政府参拍运团体协调，互因为喀布尔提出利益离开阿富汗。前往巴黎训练1礼拜了后，前往东京。While in Afghanistan, both athletes continued to express a desire to compete at the Tokyo 2020 Paralympic Games. And once that became public, global operation was kickstarted. The two athletes took an Air France flight, arriving at Tokyo Haneda Airport yesterday. Where do they go next? That is a question that will be open to the athletes to choose. 2个人拢无法度参加开幕式，也毋过刷落来应该袂迟到。田径选手拉索里因为换教错过礼拜男子100米体4级级的比赛，这个高级别代表的是手骨头截肢也是残障，也毋过伊将参加9月初3的男子400公尺体4级级的预赛。胡达迪将伫9月初2参加跆拳道 K44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这个伤残急速记的是少一个手腕关节，也是骹腿肌肉萎缩，也是有轻微的运动障碍，像长底脚顶的缺陷，是比较接近正常人的级别。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世界上有真侪所在是咱无法度行脚到的，有科学家发现到全世界上界北边的岛屿，而且这阵科学家也要用当地语言，甲伊号名做上北边的岛屿。空中翕的画面，因看到格陵兰外海浮冰中有一个小岛。顶个月有一阵科学家去格陵兰岛北边沿海采集样本，因原本的目的地是乌达克岛。这个原本已经知影上北边的岛，啊，毋过后来确实检查位置了后，才发现这比乌达克岛也佫较靠西北边，差不多780公尺。因甲丹麦研究团队确认了后，证实这是一个新的岛屿。He was absolutely clear in saying you have not been on Odak Island, you have been on a new island, and it's actually situated approximately 800 meters more to the north than Odak Island. And that means that what we came down at was actually the northernmost island on Earth. 科学家指出，这长60跨30公尺的岛屿是往北极点上近的陆地。因一行人6个人坐细只的直升机降落了后，发现这个岛无实物，只有土、冰甲石头。4颗链长拢是海水冰角，毋是一个真友善的所在。And we have had a lot of discussions on this name, and now we have actually agreed on one. So you will be the first one hearing the name of the island that we will suggest for the island, and it will be called Kharatak Vatnaslek. 丹麦学者也证实，这个小岛符合岛屿的标准，是目前世界上上北边的土地。不过，伊认为这无甲可能改变丹麦伫格陵兰的领土范围。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地头的消息，伫咧台中的南屯水肥厂，逐工爱处理全台中400吨水肥，所以因为有一个臭味会冲出来，附近居民是已经吞论几10年了。居民今仔日是徛出来抗议，讲未来无要接受回馈金，要求水肥厂就要随刷走。不过环保局表示讲会想尽办法减量，也会减少排比。轮流可能，任务可能，水花厂，加油！民众来到水肥厂有布条抗议，发出多年以来的怨气。面对每一天的臭味，无法度搁再吞论。只有若看透风啊，阮咧住伫遮，阮搁家己咧做食的吼，迄有当时人家拢挡袂掉啊。臭得很臭，因为吹这些风来哦，很臭。啊，早上呢一大早哈，差不多6点多啊，那个大台车。大卡车啊，就在那等啊。台中南屯的水肥厂伫咧民国60年代启用，当时附近拢是田地，但是随着北基中华区开发，附近的民体愈来愈多，加上台中县市合并了后，全台中的水肥拢送到遮来处理，定定拢会使闻到臭味。面对民众的反弹，一任3位市长拢无法度解决搬迁的问题。这个草晚上不定时的，或是早上不定时的，足臭的。
居民四周围的居民都打电话，甚至于晚上11点的时候再打。所有的防治设备，还有一些我们的密闭设施，我们都持续在做改善了哈。那里长提到的，可能有一些水肥车比较早到现场哈。那我们后续我们会派我们的同仁先来做一个柔性确导。里长宣布，明年开始不爱接受政府的回馈金，要求水肥厂马上来搬迁。市府是讲会要求工业区就地兴建水肥水污的处理设备，并且会持续来做污水的下水道，希望为污染源头分流，降低水肥厂每天400吨的处理量。记者台中报道。热天时啊，伫咱台湾的关山，拢有机会看到云影的变化这款的奇景。日前，就民众用镜头记录到六国大轮山对早起到暗时的云影变化，带自然的美景，有影是真水，有影是声望的。若到当年的7、8月，就是咱台湾的风台季，时常会带来大阵的风雨。规在台湾正中的南投县，因有山势地形的地引，少时才受到风台霜冻。颠倒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若有机会徛到山顶，就会当看到风起云涌、山海和云海交参的壮阔。我们这里的山区的云层的变化相当的快哈，那像云的话，好像是滚动式一样在滚。那晚上的话，那个夜间的那个云海哈，也是这样子在滚动哈，那拍起来很漂亮啊，就是云海还有搭配这个琉璃光哈，那显现的相当的漂亮这样子。民众在南投六股的大轮山，特别采镜头记录到这瞬间。只有风台要来夜透大风的时阵，才有机会看到云海起价的天然美景。前一秒也风平浪静，下一秒煞风云变色，时时拢有变化。尤其是若到黄昏时阵，佮加上日头的倒射，有影是真闪人目。经过我们大轮山这边，发现这边云海啊非常的漂亮，所以促使我留下来观赏了一下，欣赏了大自然的一个美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非常的气势汹涌，变化无穷，觉得真的好美哦！希望呢，疫情过后呢，还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个美景。所讲的云海起价，就是冷空气吹来，即在山前的过程当中，等若到冷空气即到关过山头。水汽和冷空气就会顺山势加落半山，看起来就若瀑布、水墙同款。行关山无定着看马烧塌，大自然的风光美景随时休等。等若疫情稳定，也随时欢迎众人到地来游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东港，上界出名除了迎王以外呢，也阁保留着真有真精美的传统文化，就是伫咧旧历7月10日的丁仔厝，有人叫普渡公顶，顶头写到阴公普照，是要来甲好兄弟仔笑路，互因有所在通好休困，咱做伙来看卖。旧历7月鬼门开，各地头拢有真侪相关的禁忌，毋过其实嘛有真侪展现台湾人敬重鬼神、充满人情味的风俗。亲像中南部，抑阁有丁仔厝一项文化。第一，真正是照明用的，好兄弟仔真正来爱有路灯，伊无以前船头村尾拢是像就天很暗嘛吼。第二个是要给好兄弟休困，第三个最重要也告诉好兄弟了哈，这个路灯的后面是有人住的，你就不要进去打扰了。丁仔厝也就是普渡公顶，嘛有人直接讲路灯，有各种无共款的形式。伫7月10日，点来甲好兄弟照路的灯。伫东港顶顶的地区，是用茶做小金厝仔来点灯。在地文书工作者表示，除了传统民俗的意义以外，这嘛是一种珍贵的工艺。这项的一寡工艺已经慢慢式微，北港也好，也是金嘛好，人因阁有保存这物件。啊，东港为什么拢无地去？会当甲这物件甲汇集起来。这嘛是真好看的一个艺术品啊！虽然这项在地风俗已经渐渐咧消失，也是有部分居民希望会当保留这项传统文化意义，互旧历7月感念前人的精神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到目前为止拢继续维持零确诊，不过这个开学时间特别到咯，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喙暗啊，阁有一个酒精假放，这防疫物资敢有创够量咧？台东县政府表示讲，全县114间各中小的防疫物资拢已经准备好势，而且99派教职人员都已经注册疫苗啊。过过2天就要开学，台东县环保局陆续到全县各级学校进行消毒。
也毋过消毒可能也无够，学校的防疫物资敢是充足。已有400多位学生的台东市保存国小会地，学校为高班级准备好消毒酒精，也有用1摆就单调的手套。消毒物资目前有够，另外学校午餐时间，学生要安怎食饭才会当符合防疫规范？官府表示，偏乡学校学生人数少，保持距离就会当符合规范。市区的大型学校也已经买好隔板，只是对新生来讲也需要适应。学校表示，伫开学前后，拢会有老师甲高年级学生教导使用，请家长莫入去学校。为了让家长放心，也会安排高年级的学生在门口迎接新生，带到教室里面。上个礼拜的市场校长分区会议里面，我逐一的询问过学校，那市区的学校隔板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家长们可以放心。教育处统计，目前全台东县各中小教职员有9成9拢做过疫苗，大约有20多回无适合做疫苗的教职员，官府会免费提供快筛。也毋过教育处提醒家长开学，若讲学生有发烧状况，家长千万唔通互囡仔去学校，老师会安排线上课程，互学生移除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市的生育奖励金，头一体敢若6000块尔。台南市政府表示，讲对明年开始，头一体奖励金会增加到1万。市长黄伟哲认为，讲奖励金袂增加民众生囝意愿，不过若准增加奖励金，这是代表政府的心意。每一个家庭的新生儿报道，拢是父母真低微的负担。而囡仔出生地地，每一笔的奖励金数拢无共款。以6都话咧，新北、台北甲高雄，新生儿第一胎拢是提供2万块的奖励金，桃园是直接互3万，台中市有1万。但是台南市煞只有6000，排名上尾啊。为此，台南市府打算对明年开始加到1万。奖励变多，当然大家还是会开心的吧，不会想要为了这个去迁户籍啦。这笔另外的奖励当然是真侪人认为愈侪愈好。某部分层面上还是有的，就是会多吸引那些年轻人去，可能因为补助的关系会更想去生孩子这样子。但是好像相对于其他5都来说，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啦。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强调，其实伫统计上来看，各县市无同的生育补助金数据顶面并无提悬生育率，但是互民众感受市府的一份祝福的心意，这是上重要的。想生的人会决定在哪里生，可能有一些效果，所以大家就会进行这个迁户口比赛。那我们只是想说，让这种想迁户口到其他县市去生孩子的人，稍微减少一点点。我认为说这种社会福利啊，当然最好还是由中央统一来做。台南市府是强调推动公托、公幼、扩大有利的津贴等福利政策，只会当有关生育率。奖励金毕竟只是锦上添花，但无想要让民众感觉台南是6都上歹。明年台南市加到1万，嘛盼望新手的老爸老母会当收到这份心意。记者郑宏台报道。世界展望会今公布花莲离校生活调查，其中助学支持甲所谓资源是上界欠缺的。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管来的钱有变较少，特别开学啊，助学金到大概欠150多万。这对姊妹啊，阿姊读国校啊4年啊，小妹2年啊，因真期待赶紧开学，因为疫情正伫厝内线顶上课了后，因为买电脑等等，增加袂少家庭的开销，所以妈妈是根本无法度应付。这期间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停掉，然后再找别的另外一个出路，对，去打工之类的啊。因为小孩子要抚养嘛。那即将开学，学费、生活费有着落吗？就是也是靠这些资助人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子。为着要深入了解弱势儿童甲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展望会头一届针对花莲2797个弱势儿童甲青少年做调查，发现有89.8%的家庭无网络。48.4%无个人通使用的数位工具，64.6%需要学费的补助。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今麦捐款是愈来愈少。助学金其实对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特别在疫情期间，马上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孩子他们没有数位学习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在募集的目标是1900部的平板含笔电啊。那到目前我们统计为止，我们已经募得了将近900多部的电脑。世界展望会强调讲，受到补助的家庭大部分拢是单亲，或者是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咧带的，其中有真侪家长拢因为疫情全无头路。
今年补助学费要发予3700外学生，拢总是2800万，不过目前还阁欠151万，需要社会大众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几年，咱台湾食薰的人数有变少，不过得到肺癌的人数是来增加。国建议要建构一个研发服务平台，甚至有团队利用平台伫咧了解讲，为什么无食薰却得到肺癌的人来大大增加。那去年开始，台湾第一次非抽烟的超过抽烟的比例。癌症近一年拢是国人10大死因第一位，其中以肺癌的发生率上悬，而且无食薰所得到癌症的比例每年上悬。中研院甲大等单位组成跨领域癌症订阅团队，利用国研院国防中心的 Lions 生医平台，对无食薰所得到肺癌的人做解释。可以去了解从正常到癌变这样的一个分子的过程到底是什么。那因为这样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数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继续支持像这种大数据的这个计划。能够在临床上面运用的新的技术进入能够专利甚至技转，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一个蛮冗长，而且是兼具有相当多专业的一些技术在里面，这个事实上是相当好的一个媒介啦。不止伫金体技术解释顶悬有突破性的进展，中间甲纽亚奇美等团队使用连接产学技术加大服务平台，开发出口腔癌、胰脏癌检测方法加免疫检测器剂。检测试剂已经获得欧盟的注册，国内申请临床试验跟上市许可认证的阶段，专利咨询啊、技转的合约啊，学术界啊很不一样的专业。构想你要把它实现出来，比较设计的工具啊、设施，那这个在学校是比较缺乏的。仪器设备之外那我们也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国研院旗下8研究中心将国内大学真歹达到买的贵重软硬体设施甲研发服务平台，提供予产学研究单位，各伫今年第一摆评选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希望因鼓励更较侪团队合作，推出更较侪有全球竞争力的研发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法务部的统计，逐年有超过4万的民众因为苏安娜这款二级毒品去互侦办。国卫院和国内病院合作，开发出台湾头一套减毒品的治疗模式。研究也发现讲，成功治疗几率有到72%。一个代号做 C 的查甫人，伊伫2年前无细致接触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互伊的生活、工课甲家庭受到真大影响。虽然伊捌试过真侪方法想要解毒，毋过拢无成功。落尾伊参加国卫院甲病院合作的本土解毒的治疗了后，才总算脱离验毒的情形。到达已经600天无搁食毒啊！其实我瘾头3不5时都会一直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在上课的学员中，其实还好，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去分享。如果就像我们大家住在一艘船上面，然后如果有人落海，可能就不小心在复发之后，我们其实会互相扶持大家。国卫院研究团队表示，验毒是一种慢性而且真够烦苦的一种病，都要为生理、心理也有社会适应等等，提供多元专业治疗也有协助。所以，为107年开始，国卫院甲国内病院合作，开发出头一个本土的专业整合解毒治疗甲复原的模式。拢总有35个重度食安非他命的人来参与。16礼拜时间，每一礼拜拢会做3届疗程，结合药啊、家属，也有社会支持团体。结果有完成疗程的有达72%，平均14.5礼拜，因验照的结果拢是阴性的反应。平均这个尿检阴性的这个周数是14.5周，等于是说它在这个平均16周里面，成员们可以维持14.5周的不使用药物。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去把它关起来，而是给他们好的协助跟支持，鼓励他能够从里面挣脱出来。研究团队强调讲，国内食毒的人上常发现是食安非他命。根据法务部的统计，当年拢有超过4万的民众因为违法食安非他命去互侦办，占整体食毒人数的7%。所以希望这套新的整合治疗的模式，会当分享给其他的专业机构，投入协助解毒的工作，让有心想要解毒的人会当顺利复原，有健康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屏东的车城海口港有一间看海美术馆，是全台湾唯一一间会当拿看海、拿看展览的美术馆。而且即阵还有一只古水的春江秀拍伫咧美术馆的厝尾顶，民众是三钱翕相。一只大只的怪兽拍伫咧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港看海美术馆的厝顶，真侪民众专工来翕相。别人就看到，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来支持一下。非常的可爱啊，很疗愈。从我在对面长滩饭店工作了，那我们饭店从高楼层往下看到这一只，非常的疗愈。这只14米高的大怪兽，号做春江兽，是国内当代艺术家阿丽的作品。阿丽表示，因为疫情，真侪人拄到生活的困境甲失败，毋忘利用伊古锥的作品，鼓励大家继续勇敢向前行。那希望在一些挫折跟失败当中，还是要用幽默感，还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它，然后很快站起来。所以外面会有一个春江怪兽，很可爱的这样站着，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勇往直前。看海美术馆进前是核准式，经过屏东县政府征收了后，变做全国唯一一间会当看海美术馆。因为疫情的关系，美术馆有限制人数，若要入去内底，就要先注文。不过因为即阵有古锥的春江秀伫咧厝顶甲民众做伴，所以逐工有约的名额拢真紧就抢了。为恒春半岛甲观众带来无共的艺术旅游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新北乡的大成国小，因为学生囡仔愈来愈少，本地县政府按算要甲因甲别间学校合作一间，不过即马是转型做实验小学，按算要甲艺术结合教育，培养囡仔成做生活艺术家。伫屏东新北乡的大成国小，经过差一点仔和北京学校合并的命运，即马已经转型做实验小学，邀请到台北市关岛文化艺术基金会来经营，按算含对台北艺术大学毕业的艺术家、云门舞及舞蹈教室等等的丰富艺术资源合作，准备发展艺术美感教育。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艺术，我们真的相信，所以我们认为大成艺术小学是以人为本的身体教育，同时要根基于在地的自然环境跟人文景观，同时要根基于每个孩子的美感经验跟创造力。为了永续，去大家成立一个基金会自己跳下来，洗碗兼壮壮。大成国小正做屏东县内头一间以艺术做主题的实验小学，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会比一般体制更加多元创新。以公民美学的理念发展，课程主题以艺术、环境和文化三个方向来做学习目标。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大概在整个课程的编排，跳脱传统，突破这个框架，作为我们在教育更多的基础人才的一个地方。屏东大成实验小学希望培养囡仔成做生活艺术家，透过艺术配合教育，除了栽培人才，也互屏东在地人文有进一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德国的囡仔国纪念堂话有300多篇故事，伫咧全世界也翻译做100多种语言，即马也已经有台语的版本啊，而且还出一本有声册要来讲互恁听。红门啦，我早今两个甲酒来，紧开门。大家珍惜的外国囡仔国纪念堂话，即马嘛有台文版本哦，像红帽啊，佮有阿妹啊，你敢约会出来是倒一个故事？阿妹啊，家己的头鬃放入来食。这个查某囡仔是安怎会互关哩遐？是因为因妈妈吼去偷食着即个隔壁人这腰保种的即个妹仔菜，所以阮较会甲伊翻做即个阿妹啊。伊这名称就会使结合讲，妹仔菜阿妹啊。作者陈丽君甲伊团队尽量甲原汁原味的德国民间文学翻译过来，连内底历史安怎结合台语的语感，拢真讲究。像故事图摊内底，就有一句道具用台语念起来，就真趣味。伊讲树啊摇叮当，金衫银的斗相共。甲阮装好水当当，都变啊破啦！这拄念煞，鸟仔就位树仔顶，等落来一领用金链银珠添甲水当当的衫。其实咱是要甲一寡咱台语原本无的，
甲翻译过来，吼，正做咱惯习吼来普遍利用的。所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台语文伊是有文字的书写的语言，其实会使真准确来表达各种的思想文学。这本你无听过吉林童话，德语、台语拢有，呈现出原文内底故事的黑暗面，甲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甲咱细汉读过的版本可能有出入。毋过翻译者希望透过这来表达教育性。规本册总共收录5篇，请小学生来念，嘛希望遮做这个年纪囡仔的一个读本，互青少年嘛会当透过台文增加世界观。记者陈雅文、赵水台北报道。下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8度到32度。北部地区对29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8度到3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款是下晡3点再相会。